灌溉枯萎的花朵，哪怕是即将掉落，它也会慢慢复活。请你把爱心留给需要爱心的人，因为那不幸的人需要你给他寄托。爱是奉献，不是施舍，爱是付出，不是获得。请你把爱心散播在每个角落，让世界走向大同，让人间充满欢乐。爱是奉献，不是施舍，爱是付出，不是获得。请你把爱心散播在每个角落，让世界走向大同，让人间充满欢乐。